親愛的耶穌，我們在這裡。復活期第7主日，讓我哋唱詩297首《基督凱旋》，一齊讚美上主。請起立。請坐。讓我哋誠心祈禱。感謝天父引領招聚，讓我哋再有今日，此時此地讚美敬拜。而家就係啦，唔需要等到花開燦爛、萬事順遂嘅時候。因為你已經應許賜俾我哋盼望、醫治、信靠、拯救同埋赦免。天父，你喜悅我哋，所以我哋可以成為你嘅兒女。生命活水河流，讓我哋靈魂甦醒，瞥見上主你嘅權能榮耀。現在嘅事、將來嘅事，你係天地之主。我哋信靠信服，就見證天父你話語嘅真實，並且主耶穌救世之道，其中有你讓世人可以明白嘅旨意。你嘅心意在教會，在萬國萬民，要叫每個世代嘅人尊你嘅名為聖，盼望你國度嘅臨近。我哋聽從、祈禱、感恩、謳歌讚美，願你嘅靈喜悅我哋，平安喜樂。奉主耶穌我哋救主之名，感謝祈求，阿門。宣召嘅經文喺詩篇97章第12節，你們義人當靠耶和華歡喜，稱謝他可紀念的聖名。願主與你們同在。我哋彼此問安，互相祝福。以下係省察心靈嘅時間，請高國雄牧師。讓我哋去到主嘅面前，一同省察我哋嘅內心。我哋嘅主向我哋每一個人有咁樣嘅召請：你哋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哋；
有罪嘅人啊，要潔淨你哋嘅手；心懷異意嘅人啊，要清潔你哋嘅心。讓你安靜片刻，喺上主面前省察我哋嘅罪。讓我哋同念求赦公禱文，一同向主認罪。最慈悲的上帝，我們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你，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反去做。我們沒有盡心愛你，也沒有愛人如己，而在我們痛心懊悔，懇求你施憐憫，為了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們的以往，輔助我們的現在，引導我們的將來，好叫我們樂意遵行你的旨意，蒙你悅納，要給你的聖名。請繼續祈禱。無所不能嘅上主，我哋要向你禱告，感謝你嘅恩佑，感謝你嘅賜福。讓我哋能夠去到你面前，只要我哋承認我哋嘅罪，你嘅應許話我哋要能夠得着你嘅赦免。多謝主就喺我哋當中，多謝主你赦免我哋嘅罪，又多謝主你喺呢個世代向我哋顯明，你哋都係崇拜當中光照我哋。求你恩待賜福，讓我哋眾人能夠手接心清嘅去到你面前侍奉敬拜你，榮耀歸俾你。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聖經約翰一書1章9節咁樣講：我哋若果承認自己嘅罪，上帝係信實㗎，係公義嘅，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我哋要感謝主嘅赦罪。我哋唱詩498首《天下一家》，請起立。請坐，請弟兄姊妹讀經。今天的經文選自《使徒行傳》16章16到34節。後來，我們往那禱告的地方去，有一個使女迎着面來，她被污鬼所附，用法術叫她主人們大得財利。她跟隨保羅和我們，喊着說：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僕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1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西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并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止严禁看守。禁止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止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止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止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止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今日嘅詩篇經課選自詩篇第97篇1至12節，我會讀啟嘅節數，有請會眾讀應嘅節數。耶和華作王，願地喜樂，願眾海島歡喜。有烈火在他前頭行，消滅他四圍的敵人。諸山見耶和華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蠟。願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虛無之神自誇的，都蒙羞愧。萬神啊，你們都當拜他。因為你耶和華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遠超萬神之上。散布亮光是為義人，預備喜樂是為正直人。你們義人當靠耶和華歡喜，稱謝他可紀念的聖名。
啟示錄第22章12至14節。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個人所行的報應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16至17節。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聖靈和師傅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20至21。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今日嘅福音經課選自《約翰福音》17章20至26節。請會眾起立。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父啊，我在哪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公義的父啊，世人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來。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我也在他們裏面。這是上主的話。請坐。以下係宣道，由本堂助理校牧林浩恩先生證道一個關於宗教信仰與公共安全的故事，
請林先生。弟兄姊妹早晨。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一句説話？呢句説話係咁樣講嘅，佢話問題本身不是問題，怎樣處理才是問題。Problems are not the problem, coping is the problem。有冇人知道呢句説話係出自邊個嘅口嘅呢？佢係出自一位著名嘅家庭治療師 Virginia Satir。我哋香港譯做沙維亞，係出自佢嘅口嘅。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咧，都會經驗得到，對於一啲問題咧，有時我哋嘅處理方法係會令到個問題咧點到即止、藥到病除嘅。但係有時有啲處理方法咧，就會小事化大，就不停地轉移咗成為另外一啲嘅問題嘅。我相信喺日常生活大家都經歷過。有位朋友佢喺網上分享咁樣講，佢話還記得在某公司做工程師嘅時候，每次開會都會睇到 PM 應該係 Project Manager 啦，拿着機關槍朝着 R&D 開火。R&D 我估係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啦，係咪？然後再睇到 R&D 躲回堡壘內，靠着窗戶再調出一顆手榴彈。結果呢，問題沒解決，還兩敗俱傷，連帶附近的人都受到牽連。再舉一個近期社會關注嘅例子，近期社會開始關注青少年吸食太空油嘅現象。吸食太空油對吸食者造成損害，所以吸食太空油的確係一個要處理嘅問題嚟嘅，係咪？但係到底吸食太空油係一個乜嘢問題嚟嘅呢？有記者咧就去做新聞採訪，就喺外展社工嘅幫助底下咧，就去訪問咗幾個吸食太空油嘅青少年，就問佢哋究竟係咩原因或者咩事情你哋會要吸食太空油咧？咁第一個咧就話佢有好急切嘅事情需要去逃離啲咩咧？就係逃離讀書同埋逃離家人。佢嘅英文同埋數學咧，從未合格過。喺學校俾老師鬧，返到屋企俾阿媽鬧。第二位話：呢位做緊嘢嘅，佢話冇人可以俾我放心傾偈。如果唔係俾人鬧，喺公司俾人鬧，就返屋企俾人鬧。上班壓力又大，又要俾人 X， 咁即係嗰個粗口字唔出得啦。返到屋企咧鬧啲咩咧？佢話：你份工咁少錢，又話辛苦，做啲咩工啊你？佢問自己：我係咪真係咁差呢？點解我賺唔到錢呢？於是咧，佢就不停地吸食太空油。另外一位就話啦：佢小學嘅時候已經開始被同班同學欺負，直到小學畢業，佢仲係一個朋友都冇。但係同嗰啲唔同佢傾偈嘅朋友相比，佢話佢更加討厭嘅係佢個學校社工。佢寫啲字又差，唔好睇。個社工經常鬧佢，是非不分咁樣鬧。佢話小學6年，佢就喊足6年。返到屋企唔代表有人保護，屋企人懲罰佢嘅爛成績，隨手就攞起衣架打佢。佢每日都用校服蓋住傷疤，來回2個煉獄之間。吸食太空油係一個問題，係一個要處理嘅問題。但係呢個係咩問題嚟嘅呢？佢會唔會係其他問題嘅轉移嚟嘅呢？禁咗之後，嗰啲人會唔會又走去吸食第二樣嘢呢？我用咁長篇嘅引言呢，係想講一個現象。嗰個現象呢，就係我哋會將一啲問題呢，係轉移去另外一個層面嗰度嘅，轉移去另外一個範疇嗰度，用到個問題呢，不停咁樣嚟到去發展同埋發酵嘅。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咧，用呢一個角度、呢一個現象嚟到去睇《使徒行傳》剛才讀嗰段經課，睇下咧佢點樣將呢一個問題咧，本來係一個宗教嘅問題，轉變成為一個經濟嘅問題，然之後再轉變成為一個公共安全嘅問題。到底保羅
喺呢個故事裏邊嘅主角，佢作為一個宗教人士，佢點樣回應緊喺外界不停地將呢個現象嚟到轉變呢個事情嘅呢？我哋一齊翻開呢一個故事嚟到去閱讀啊！喺《使徒行傳》第16章16節，故事開始嘅時候咁講嘅：我們往那禱告的地方去，有一個使女迎着面來，她被魔鬼所附，用法術叫她主人大得財利。她跟隨保羅和我們，喊着說：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僕人，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喺呢一度，我哋見到有兩批人出現，係嘛？一批咧就係保羅同佢嘅同伴，另外咧就係有個侍女被鬼附嘅侍女。呢兩個人有咩特點呢？佢兩個都係宗教界人士。保羅係拜，如果根據呢度講咧，係至高上帝啊嘛，係咪啊？咁另外嗰個侍女咧就係魔鬼咯。所以兩個都算係宗教界人士啦。佢兩個做緊啲咩嘅咧？佢兩個都係做緊同宗教有關嘅工作嘅。經文話咧，保羅係傳說救人的道啊嘛。咁嗰個侍女咧，個侍女係靠住魔鬼嘅力量，用法術去做啲嘢啊嘛，係咪啊？所以兩個人咧都算係宗教界人士，都做緊同宗教有關嘅嘢。好啦。兩個宗教界人士相遇，或者兩個宗教相遇，係咪一定要比拼嘅呢？其實都唔一定嘅，係嘛？不過比拼呢，就發生咗啦喺呢一度。咁個比拼係點嘅呢？我哋一齊睇下第18節。他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他身上出來。那鬼當時就出來了。比拼結果非常清晰，耶穌基督勝出。魔鬼敗退。如果呢件事只係宗教界嘅內部事務，咁咪完咗咯，係咪啊？完咗啦，可以結局啦。喺歷史裏邊，我哋都見到有宗教戰爭，係嘛？點解會宗教會戰爭嘅咧？如果宗教分歧，雙方都冇向外延伸，冇涉入公共權力，更加手上冇武器嘅話，咁最多都係打口水交啫，或者最多出埋個拳頭交啫，係咪？點會成為到戰爭嘅呢？成為到戰爭，好可能係因為轉移咗去第二啲層面嗰度，然之後呢，好多條件、好多事情介入咗。我哋繼續睇《使徒行傳》呢個故事，睇下呢個問題點樣被轉移啦。嗱，剛才係一個宗教問題嚟嘅，而家咧第19節，我哋睇下變咗咩問題啦。侍女嘅主人們見到得利嘅指望沒有了，就抽住保羅和西拉，拉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喺呢一度，我哋又見到兩樣嘢啦。第一樣，本來對壘嘅咧係保羅同埋嗰個侍女，都係宗教界人士啦。而家多咗第三者喎。第三者係咩人啊？第三者出嚟話：我係個侍女嘅主人喎，仲要唔止一個喎。我哋係侍女嘅主人，你覺唔覺得好奇怪啊？宗教界人士咧，保羅佢哋咧係拜邊個㗎？拜至高上帝啊嘛，係咪啊？咁所以佢咪至高上帝嘅僕人咯。咁佢個主人係邊個啊？佢個主人咪至高上帝咯。咁個侍女咧拜邊個㗎？拜魔鬼啊嘛。咁佢咪魔鬼僕人咯。咁佢主人應該係邊個啊？魔鬼咯。點解突然間會跳咗一紮人出嚟話咧？我哋係個侍女嘅主人嘅咧？你試下諗下，呢一個咁嘅情況咧，係可以令到個事情相當複雜嘅。如果一個宗教團體，佢嘅主人唔係佢所拜緊嘅神明，而係一啲利益團體、利益集團嘅話咧，咁你諗下個事情幾複雜啊？佢究竟向邊個效忠先？如果有事情出現嘅時候咧，嗰啲利益團體介入嚟一齊處理嘅時候，咁係咪複雜咗好多？所以唔怪之得有人話咧，鬼同埋神咧都唔係最可怕，最可怕咧係人啊。第二，原來對於某啲人嚟講咧，
宗教信仰唔係最終目的嚟嘅，只係手段嚟嘅啫。敬拜神或者敬拜鬼都係為咗財利。我哋試下諗下，嗰個侍女嘅主人們做乜要跳出嚟去捉住保羅同西拉交俾官呢？係唔係咧？佢要維護自己嘅信仰啊？係唔係佢要為佢所拜嗰個魔鬼咧嚟到去爭取翻一啲尊嚴啊？你都見到唔係啦，係嘛？經文話咧，佢只不過係見到得利嘅指望冇咗啫嘛。喺呢個案例裏邊，我哋見到侍女嘅主人所關心嘅根本唔係宗教。對佢哋嚟講，宗教唔係宗教問題，宗教係經濟問題嚟嘅。今時今日，可能都有啲宗教界人士咧，好似個侍女一樣，一個人要侍奉多個主。又可能有啲人咧，都好似侍女嘅主人們一樣，佢哋視神明、視宗教係經濟財利嘅來源嚟嘅啫。例如好似每一年某一啲日子，我哋咪見到咧某一啲廟咧，夜晚咧喺出邊咧排晒長龍嘅，好多人排隊嘅。嗰啲排隊嘅人借咗佢哋要借嘅錢之後，佢仲會唔會日日翻去或者個個禮拜翻去敬拜佢嘅神明嘅咧？我哋翻嚟呢個故事睇下咧，跟住呢個事件咧，點樣由宗教嘅層次轉咗去經濟層次之後咧，又轉去另外一個層次咯。好啦，第20節，我哋一齊睇第20節啦。跟住咧就帶到去官長面前，呢一個主人嘅侍女嘅主人們咧就話啦：呢啲人咧猶太人騷擾我哋嘅城，傳我哋羅馬人唔可以接受嘅規矩。於是咧，眾人就起來攻擊佢哋，打佢哋，打咗好多棍之後咧，將佢放喺韞入監裏邊，就吩咐咧獄卒咧嚴嚴看守。嗱，我哋又試下諗下，呢個問題本來咧係保羅同埋嗰個侍女主人嘅私下問題嚟嘅啫嘛，而家變咗咩問題啊？變咗公共問題咯。本來咧係嗰一個侍女主人嘅經濟損失，即係經濟問題嚟嘅啫嘛，而家變咗咩問題啊？而家變咗公共安全問題啊！既然咧佢已經成為咗公共安全嘅問題咧，咁處理嘅人咧就按住公共安全嘅性質嚟到處理啦。咁就未見官就先打80，見咗官就再打多80咁啦。公眾咧唔好以為將幾個外人打咗佢就冇乜大不了，都唔好以為咧惡待幾個非我族類嘅人咧就唔係咩一回事。其實呢一個係對制度嘅嚴重破壞嚟嘅。第一，嗰個制度咧，俾有心嘅人用咗嚟到去做私人報復嘅工具。第二，製造咗一件冤假錯案，令到呢個制度蒙羞。動輒將宗教分歧轉為公共安全問題，結果所有持份者都受到損害，包括嗰個制度本身。侍女嘅主人奸計得逞，但係唔好開心得太早，因為當一個制度被破壞之後，佢哋自己喺將來都有機會成為受害者之一。保羅點樣面對呢個處境呢？作為宗教界人士，我哋繼續睇經文啦。16章24節，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到監裏，兩腳上了木狗。其實咧，保羅做錯啲咩呢？連嗰個侍女咧都肯定保羅其實係至高上帝嘅僕人，只不過喺度傳説救人嘅道啫嘛。做錯啲乜嘢以致咧俾人打、俾人韞入監裏邊呢？被投進咁樣嘅冤獄，啲人通常有咩感受、有咩反應嘅呢？喺某個地方有一個人被判死刑，佢坐咗16年監之後咧，終於翻案被判無罪釋放。佢回憶咁樣講，佢話剛剛開始嘅時候就喺度咒罵嗰啲辦案嘅警察，呢個係我每一日一瞓醒覺必然做嘅事情。嗰個時候非常悲憤，我覺得世界上係唔可能有咁糟糕嘅事嘅。我對於司法對人都非常絕望，
寫俾爸爸嘅遺書裏邊咁樣講：我一定會去地獄咧，同閻羅王咧告狀。我唔係有啲乜嘢信仰，我只係覺得咧人世間已經冇辦法啦。我哋並唔係批評呢一位咧冤假錯案嘅受害者，而係覺得呢個都係人之常情，係嘛？俾人屈，感到憤怒，求助無門，感到絕望，好合理啊！今生冇辦法去懲罰呢啲冤枉自己嘅人，咁唯有希望佢哋來生得報應啦。保羅同佢嘅同伴被上綱上線咁樣轉移為破壞公共安全嘅行為，佢哋點樣回應呢？我哋繼續睇第25節啦。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上帝，眾囚犯也側耳而聽。保羅同西拉所做嘅事情，對於冤獄者嚟講係非常出人意外嘅。呢個回應咧係令人意想不到嘅。雖然佢哋係被屈破壞公共安全而受罰，但係佢哋嘅回應咧唔似係公共安全層次嘅回應嚟嘅。佢哋用緊咩層次嚟到回應呢？佢哋做緊咩呢？佢哋禱告、唱詩、讚美上帝，呢個係宗教行為嚟嘅。佢哋用緊宗教嘅層次嚟到去回應，無論對方將個問題點樣轉移到去乜嘢層面上邊，保羅同佢嘅同伴仍然係宗教人士。佢哋始終都係用宗教嘅層次嚟到回應。喺混亂甚至胡亂嘅世界裏邊，佢哋保住咗佢哋嘅初心，佢哋守住咗佢哋嘅本意。事情咧又轉變啦。就算係咁樣樣咧，都唔代表一帆風順。跟住睇下點樣轉變法啊！第26節，我哋一齊繼續睇。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嘅地基都震動啦。監門立即全開，眾囚犯嘅鎖鏈都鬆開咗。禁卒一醒，睇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地震係咩問題嚟㗎？地震係自然現象嚟㗎嘛，係咪？咁我哋呢度咧有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咁地震應該屬於地理學嘅範疇啦。但係咧，而家喺呢一個場景裏邊，地震變咗咩問題啊？變咗一個公共安全問題啊！點解啊？走犯啊！一走犯就變咗咩啊？一走犯就變咗公共安全事故啦。咁既然係公共安全問題，禁卒就要承擔公共安全嘅責任。禁卒作為官府裏邊嘅一員，佢當然知道自己將會點樣被處置啦。與其被羞辱、被處決，不如自己搞掂自己啦，係咪？當啲事情被視為公共安全問題嘅時候，仲有咩情可以講啊？執行嘅人都知道冇啦。幸好唔係所有人都將啲事情變咗公共安全嘅事情嚟睇嘅。幸好唔係所有人都冇情講嘅。我哋睇下咧，今次喺呢個場景裏邊，佢遇到啲咩情況啊？第28節，保羅大聲呼喊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裏。禁卒就攞燈嚟睇一睇，哇，仲喺度。點解你哋唔走嘅？有得走都唔走，好驚愕係咪？有得走梗係走啦，有得走都唔走。然之後咧，禁卒就同佢哋講：二位先生，我哋點樣做先可以得救咧？咁佢哋就話俾你聽：當信主耶穌，你和一家都必得救。於是咧就講道俾佢哋聽啦。保羅作為宗教界人士，保羅首要關注係個人本身啊，係個人啊，係人嘅安危。佢唔理會對方係咩身份，亦都唔計較對方係加害者定係朋友。救人要緊，見到有個人準備要殺死自己，第一樣嘢係做乜嘢啊？救咗佢先。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話咧，呢個係人性嚟嘅，唔需要證明嘅，係人性嚟嘅。宗教從來都唔忽視人性嘅，宗教係應該致力恢復上主所賜予嘅人性嘅。從禁卒同埋保羅接落嚟嘅對話嚟到睇，
佢哋冇討論公共安全問題，冇討論司法問題，亦都冇討論經濟問題。佢哋討論嘅呢係宗教問題，係宗教嘅事情。保羅作為宗教人士，對於有機會成為公共安全嘅事件呢，佢都轉化翻為宗教嘅層次嘅。佢喺大街小巷進行宗教工作，喺囚室裏邊都進行宗教工作。保羅冇辦法阻止啲人呢上綱上線指控佢破壞公共安全，亦都冇辦法阻止人呢誣衊佢哋經濟犯罪。但係作為宗教人士，佢由始至終喺任何狀況之下，佢都係傳緊耶穌基督拯救世人嘅道。如果保羅可以申辯嘅話呢，佢都可能會咁樣講：我哋係為咗信仰，別無其他。我哋繼續睇下個故事點樣結束啊！當夜就在那時候，33節，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他和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裏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都因信了上帝，都很喜樂。呢一度我哋留意兩點。第一點，保羅將事情咧轉翻做宗教層次，但係保羅係冇破壞個制度㗎。雖然嗰啲監門開晒，嗰啲鎖鏈鬆晒，保羅冇走，保羅冇逃走㗎。保羅亦都冇勉強個獄卒咧俾佢走。喂，我傳咗福音俾你，你報答翻我，俾我走啦。保羅冇咁樣做㗎。保羅唔係軟弱啊，保羅唔係唔知道咩叫做公平啊。保羅後來向住個官據理力爭，話俾佢聽：你做乜對住一個羅馬公民未審判你就打啊？你想點啊？個官驚啊！你唔好再搞大件事啦，你走啦。但係點解保羅喺呢一度咧對呢個獄卒會咁呢？保羅冇破壞制度，亦都冇賴埋個獄卒，因為保羅知道個獄卒係前線人員嚟嘅啫。保羅唔會向弱者抽刀。如果佢走咗，要承擔責任嘅係邊個啊？個獄卒。第二，喺宗教嘅感染之下，個獄卒開始視保羅為人。當佢視保羅為人嘅時候呢，佢就承認佢係有人嘅需要嘅。佢有傷口，獄卒幫佢洗傷口；佢肚餓，獄卒俾嘢佢食。人與人之間轉變咗，成為咗一種能夠善意相待嘅狀態，同埋咧能夠咧善意相待嘅關係。最後經文用4個字結束，都很喜樂。點樣能夠都很喜樂呢？經文話：因為信了上帝。喺上帝作為天父呢個國度裏邊，無論大家係咩身份，無論係咩角色，本質上都係上帝嘅兒女，大家都係兄弟姊妹。喺大家都視對方為人，都視對方為兄弟姊妹呢個基礎底下，我哋可以都很喜樂。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嘅上帝。讓我哋以使徒信經認信，請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請坐。
以下係合一聖餐禮儀。請本堂榮譽助理校牧李君雄牧師主禮。本堂嘅合一聖餐禮儀係讓所有受洗嘅人可以前嚟領受主嘅身體同寶血。一陣間呢，頭先其實高牧師都有講過㗎啦，大家就可以按住自己你哋嘅節奏咧出嚟啦，可以領受。伸手嘅時候咧，喪禮就會將餅同酒咧去擺你將餅擺喺你手裏邊，然後你將餅咧蘸喺葡萄汁嗰度咧，咁你就可以按住你嘅時間咧去享用上主嘅恩典。你可以跪喺度，亦都可以企喺度，按住大家嘅需要。大家唔需要心急，可以慢慢嘅嚟到去領受呢個嘅聖餐。首先，我哋唱謝主赦罪之恩，普頌第436首。願主與你們同在，你們的心當仰望主。我們應該感謝我們的主上帝。願創造主嘅靈成就你愛子嘅話。他在被賣的那夜拿起餅來，祝謝擘開，分給他的門徒說：你們拿這個吃，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所捨的。你們當這樣做，以紀念我。餐後，他拿起杯來，祝謝，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這是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係為你哋同眾人嘅罪而流出嘅。你哋當這樣做，以紀念我。讓我們一同宣揚偉大嘅信仰奧秘。主耶穌，我哋宣揚你嘅死亡，慶祝你嘅復活，等候你榮中再臨。主，因為咁樣，我哋今日舉行紀念我哋得蒙救贖嘅聖禮。我哋今日舉行紀念我哋得蒙救贖嘅聖禮，
紀念你嘅聖子曾誕生同生活喺我哋嘅中間。佢受約翰嘅洗禮，同門徒共進最後嘅晚餐，受死，降在陰間，復活同榮耀嘅升天。喺天上，佢做我哋嘅大祭司，永遠為萬民代求。我哋盼望佢最後嘅降臨。喺基督祭司職分裏邊，我哋聯合在一起，向你獻上這祭禮。求你顧念你聖子嘅犧牲，賜全人類因基督救贖工作而嚟嘅福澤。求主快快來臨，哈利路亞。主藉住同一嘅洗禮、同一個聖靈、同一基督嘅身體嘅聯繫，我哋作為上主兒女嘅，我哋禱告話：我哋在天上嘅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嘅飲食，求今日賜給我們，如同我們免了人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使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我們擘開這餅，分享基督嘅身體。祝謝這杯，分享基督嘅寶血。上主之羔羊。弟兄姊妹可以按住需要，按住你嘅節奏出嚟領受主嘅身體同寶血。我同高牧師會喺門口嗰度為大家嚟到禱告。
感謝文。在平安裏，我哋要向上主禱告。最恩慈嘅上主，我哋感謝你，賜俾我哋美麗嘅大地同海洋，豐裕嘅高山、平原同江河，歌唱嘅小鳥、可愛嘅花朵，美好嘅賞賜，我哋讚美你。求你教我哋為子孫嘅緣故，好好保存呢啲嘅賞賜，又使我哋感恩領受你豐盛創造嘅心，與人俱長。咁樣，我哋以領受你為我哋所預備嘅永生筵席，使我哋終有一日能與眾聖徒同享天國嘅生命。這都是靠着我主耶穌基督、主耶穌和聖父、聖靈一同生活，一同掌權，永為一上主，永無窮盡。阿門。聖餐禮完畢。以下係歡迎同埋家事分享，請高國雄牧師。弟兄姊妹平安，感謝上主嘅恩典，今日咧可以一齊經歷豐富。咁今日見到大家咧，好多弟兄姊妹就問我啦，終於放完假翻嚟啦，係放咗幾個禮拜假，可以咧又好好嘅休息，亦都咧可以預備好同大家咧繼續去經歷恩典。感恩有機會咧同大家今日喺聖餐當中喺度咧，想歡迎每一位嚟到我哋當中嘅朋友，特別咧歡迎第一次參與我哋崇拜嘅新來賓。我想問有冇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係第一次參與我哋主日崇拜嘅？請揮揮手。我想特別歡迎你。有冇第一次參與我哋崇拜嘅？前面有，歡迎你，歡迎你，歡迎你。可以留低簡單嘅聯絡，我哋會咧發一個嘅歡迎電郵，歡迎咧呢個地方能夠咧成為你屬靈嘅家，可以一齊咧去經歷恩典同豐富。網上嘅弟兄姊妹都歡迎你，可能當中都有第一次參與我哋崇拜嘅朋友，願主咧與你同在，亦都咧希望有機會嚟到我哋當中，同我哋一齊去認識更多。接住有啲簡單嘅報告，請大家咧去留心。首先咧，我哋繼續喺呢度崇拜啦，咁所以咧，即係話咧，禮拜堂嘅工程咧，又有工程咧，仲喺度進行當中。咁咧感恩嘅，一切都順利。咁咧好快咧，我哋可以翻去嗰度崇拜㗎啦。咁大家繼續喺禱告當中紀念啦，特別係當中嘅順暢啦。室內嘅油油咧，應該嘅進度都好好嘅。室外因為始終同天氣有關，咁大家都喺禱告當中紀念啦。希望咧真係有好嘅天氣，以致我哋可以好快完成。更為住咧工人去禱告，讓住咧俾佢哋當中有平安，同埋咧當中有好嘅服侍。下個禮拜我哋繼續喺度崇拜，上晝晏晝4點鐘喺呢一度有音樂會。咁我咧聯同神學院嘅院長葉清華教授咧，會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嘅詩歌，一啲咧我哋成長嘅時候喺教會裏邊經歷嘅一啲嘅現代嘅粵語詩歌。咁我哋會唱一啲嘅詩歌啦，分享咧同聖靈降臨節相關嘅信息。咁大家都知道呢個禮拜堂嘅座位咧都係有限啦。咁所以咧，如果你預咗嚟嘅，咁咧就未報名嘅咧，請你快啲登記，我哋可以盡量安排座位。如果你未諗到嘅話咧，咁就快啲決定係啦。咁希望可以下個禮拜咧，我哋晏晝一齊有音樂會分享，都為我哋祈禱啦。希望我哋有最好嘅聲音，同埋咧最好嘅分享喺當中，同大家一齊去經歷聖靈降臨嘅精彩同豐富，同埋都鼓勵你呢個禮拜咧，好好咁去預備，無論係預備嚟睇音樂會或者預備嚟崇拜，因為下個禮拜日就係聖靈降臨啦。喺預備聖靈降臨嘅時候，到底你有冇好嘅預備呢？咁點預備呢？你祈下禱，問下上帝，下個禮拜翻嚟聽崇拜講道，你就會知道聖靈降臨對我哋有生命有幾大嘅重要啦。咁咧其他嘅報告咧都唔特別去提啦，奉獻嘅大家去留心就可以啦。我哋今日喺禱告當中，好想特別紀念住烏克蘭同埋加沙人民佢哋嘅安全，我哋獻上禱告。請低頭祈禱。愛我哋嘅上主，我哋獻上感恩，係你嘅恩典，我哋今日可以喺呢個咁舒適嘅環境當中，好平安、好冇憂慮地可以投入崇拜，可以聆聽你嘅話，可以領受聖餐，體會你嘅臨在。主啊，我哋先獻上感恩，呢個係你嘅恩典。但係同時我哋想起呢個世界仲有好多人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喺好多嘅限制裏邊，甚至一啲戰亂。係一啲每日都好緊張，每分每秒都仍然係被不斷嘅要求警醒，因為可能生命每一刻都受住威脅。我哋為住呢啲嘅朋友，我哋去禱告；我哋為住烏克蘭、為住加沙嘅人民，我哋去禱告。主啊，求你與佢哋同在；主啊，求你同佢哋一齊，
成為佢哋嘅平安，成為佢哋嘅祝福，進入佢哋生命當中，進入佢哋群體裏邊，讓佢哋得着你成為佢嘅依靠。因為當生命裏邊有好大好大嘅障礙同壓力，每時每刻每分每秒可能都真係有好多嘅限制，甚至好懼怕，唔知下一刻會點嘅時候，求你成為佢哋嘅幫助。又提醒我哋，當我哋有好舒適、好舒服嘅環境裏邊，我哋要珍惜，更要學習多多為需要嘅人去禱告。有機會嘅話就伸手按我哋嘅能力成為佢哋嘅幫助。又提醒我哋作為信仰群體，我哋點樣喺信仰當中去向你尋求、向你禱告，發出最大嘅力量，讓眾人同我哋一樣得着你嘅恩典同埋賜福。多謝主今日俾我哋嘅提醒，多謝主嘅臨在話俾我哋知，我哋點樣去經歷你嘅豐富。就求你俾我哋好嘅享受，亦都好好嘅去守望，更讓我哋每時每刻都記得你嘅教導，以致我哋繼續好好嘅去尋求你。多謝主喺我哋當中，多謝主去賜俾我哋豐富，又多謝主俾我哋有禱告嘅權柄。求你俾我哋繼續去省察，更多去守望，更多去禱告，讓更多人同樣地成為我哋一樣被你去祝福。感恩、交託、禱告、守望，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讓我哋預備奉獻。哥林多後書9章7至8節話：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愛的。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我哋唱詩592首，奉獻於主。城麗太空一要彎月，人世光陰乃主所賜，教我善用全份真事，奉獻於主。凡我時間才能請起立。唱詩734首，負起十架。
請高牧師差遣祝福。請低頭領受從上而嚟嘅差遣同埋賜福。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差遣你哋，崇拜之後要勇敢嘅踏進世界，要盡力持守美善嘅事，無論係邊一個都唔可以以惡報惡，要鼓舞灰心嘅人，扶持軟弱嘅人，幫助遭遇困苦嘅人，又要尊敬眾人，敬愛主，侍奉主，依靠聖靈嘅能力而能夠歡喜快樂。又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團契以及能力，時刻嘅與你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請坐。